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即马来锻炼今仔日的时光哈。第一首，就《俄罗耶和华信息》第50首。这首出自诗篇148篇，就是讲天顶地的所有一切，拢叫俄罗耶和华，因为上帝创造天甲地，所有的大自然野树、花鸟、花草，咱的人，拢是上帝所创造，所以咱应当就来俄罗伊。好，我们唱第一节。对主来讲，咱需要伊，咱的兄弟即马身体欠安，真需要伊救主疼痛的声，我着欢喜来听。咱唱第一站就好啊。
兄的身躯甲心理，咱即马安静心，来为着咱两个礼拜来祈祷，同时为着咱的弟兄来祈祷。是稍微检查一下。脚直接上去啊！去右左转。那个没啥，五天。咱以往咱只耐心，度假同过关，跟些弟兄无讲话，就是摆即摆可能上面即个代志啊，还是继续来有即个代志来做。即摆就伊安静心啊，来准备咱的礼拜。这时呢，你内面开始听到了。
上帝啊，我的心自在，我要引起我的心神咧唱歌学乐，天啊，色啊，恁着精神起来，我本身真早精神起来。耶和华啊，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，伫个邦的中间唱歌学乐你，因为你的主会较大天，你的心是较中餐。这是咱起立信息第50首，就学乐耶和华来赞美，来学乐伊。咱英文听的是所有圣经内最咱信用的道理。这是咱咧领受上帝的启应文第25篇，也是信息的诗篇的第121篇。我来起，大家来念。我要行往山，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。
伊无要互你的脚摇错，保守你的是耶和华。日时太阳无伤你，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。你是来打人代志，听从阮的天命上帝。你看讲每一只你的手所做的油，无论是细汉的，是年老的，是信心软者的，还是臃肿的，你拢看过，你拢听透。阮即摆在面对的是一个交战，是拯救灵魂的交战，是咱的心中信甲无信的交战。阮愈是要尽心来面对你，阮的肉体度必须咱赶紧来离开你，求主你来帮助阮赢过即个歹心，阮对你的圣灵会体市，因为你是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是阮一生的帮助。阮嘅教会嘛真需要注意的，搁较侪引传，伫传福音的即个道路，即个路上爱共心，爱传承咱救赎的福音的中来尽心，毋通共咱的本事来藏起来，无论是摕5千的，是迄2000的，拢为主来献身，尽心服侍，为着是要互主的你的荣耀来显现，为主你来赢搁较侪的灵魂。这是主你吩咐阮的即个大命令，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，是即个世界的交战。但是大兵赢过古利亚，伊利亚赢过巴利的先知，阮看起来真软弱，但是主你的能力就要伫咱的软弱中来得胜。只要阮用咱的信心跟对你，关注的你的祝福甲咱伫地，关注你会当阮会当永远行伫主你的旨意当中。即摆咱以咱的主导来回应上帝。圣经，今仔日圣经是记载伫撒母耳记上17章第1节到第7节。咱会当做伙来念咯。我哋输啦。
即是咱罗务书在甲咱讲道，在讲即个是乌龙的，即个是上面康田要用即首诗歌即首歌来献上伊的赞美，咱听从上面康田。愿你慈悲献手，引带我，恳求救主掌管我性命，使我平安，互我完全。无论我行，我坐，我休困，你的疼时刻甲我面对。感谢你用这款的大疼痛，互我喜乐，赞我一生。我
上面团结已经顺的声来我咱的想，但即摆要当请的罗老师来甲咱讲座，伊要分享的题目是挑战。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咱用欢喜的心，三甲主节圣殿来敬拜上帝。这是请咱三甲拍头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我很感谢你，因为无论阮伫什么款的境遇，阮知你拢甲阮三甲伫咧。主啊，你看过阮，保守阮，亲像做事的人讲，你顾守阮，拢无对你。主啊，阮的帮助就是对你来，世世代代你帮助所有一切我靠你的囝儿。主啊，阮知伫即个时阵，你有缘亲自看顾保守，互阮踮伫你内面有喜乐有平安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带我也咧将今早起即个敬拜恭敬交托伫主你的圣手，愿阮的服侍。我的学乐，我的敬拜，拢会通诚侪行行的祭事，互主你欢喜感恩。安尼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咱今仔日看的这段圣经，其实，互咱看的是短短啊70物件，但是咱若要了解这整个的过程。咱是爱17章对头读到尾，但是因为咱若对头读到尾，互迄个时间伤过长，所以我只有用7节，后面我会论述，甲咱讲即内面的这经验。伫即个17章一开始顶面有一撮较乌的字，迄撮较乌的字叫做啥？叫做歌利亚以色列军挑战。一个人一个军队来挑战，看起来好像足奇怪吼。因为应该是安怎？一个军队另外一个军队来挑战，也是讲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来挑战。但是用一个人一大群的这军队来挑战，即款情形应该是真少。所以咱伫即个故事内面，其实咱读圣经的时阵，告诉你若自细汉伫教会内面大汉，但是甲歌利亚的故事，会使讲是咱上界熟的一段。若咱熟无信主的人，因嘛捌听见歌利亚甲大卫的故事，所以。其实咱若无详细去看这章的圣经的时阵，咱对大卫甲歌利亚的代志，嘛有一个大概的了解。因为这对咱来讲是一个咱常常会去听到的代志。但是今仔日咱无迄个图像互你看，无迄个图像互你看，但是。我请你用你的头脑小安尼，伫你的想象内面，小可去甲你所读的这段圣经，用一个图像来画出来。一个，咱读圣经的时阵，咱真侪时拢爱安尼。伫咱读圣经的时阵，你的心思意念。爱入去圣经的这个经文内面，所以我请念去想讲，拄仔咱读的这段圣经文内面的情景是一个什么款的情形？伫这段中间，特别是对第4节开始，伊讲有一个非利士人名叫做歌利亚，这个人来以色列军队发出挑战。圣经内面描写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？是安怎伊会通对以色列的军队来挑战？
咱唔通袂记得。当你来看16章以前，撒母耳奉上帝命令去告我这个扫罗的时阵，圣经内面咧描写扫罗，伊是一个什款的人物？伊讲扫罗伫所有以色列人的中间，特别安怎？特别大汉。安尼就表示讲咯，扫罗是鹤立鸡群啊！哦，伊一个人比所有以色列人拢较大汉。所以圣经内面描写讲，这个扫罗受选做王的时阵，以色列人拢感觉真安怎？真安稳。选一个这款的人来做咱的王，带咱去征战，安尼安怎？大家就足有信心。你伫咧看圣经的时阵，你嘛会当看出，无论是伫什么款的人的面前，咱知影扫罗做王了后，伊有带以色列人甲无相款的族群征战。伫遐征战的过程中间，扫罗拢是安怎？压倒性的胜利啦。但是到伫15章的时阵，就记载讲，因为扫罗违反上帝的命令，所以上帝就离开。所以16章就记载讲，扫罗的心神常常安尼袂安定，因为真多扰乱，所以代必受选进入皇宫内面。伊扫罗心情咧无好，还是讲伊安尼感觉真压榨，有淡薄失落，惊伊的时阵，代必伫个所在来大琴，通互即个扫罗的心神会安得到安定。所以咱就知影讲，扫罗伫过去遐个日子中间，伊带以色列人4过去征战。以色列的妇女安怎咧学了即个扫罗？讲伊态势清清，意思就是安怎？伊的战功非常的优秀。但是，今仔日咱读这段圣经的时阵，情景完全无同款。扫罗已经无迄个自信，扫罗已经无迄个英雄的气概。圣经内面描写这个歌利亚，讲伊是一个真大汉的人，偌大汉，讲有6掌搁1粒，安尼牛起来你甲换算，甲换算做今仔日这个公分，偌悬你知无？300公分，300公分是安怎？就是1层楼的悬啦。所以一个这样大汉的人，若来你面头前甲你挑战，你敢出去无？恐怖，你知影无？非常的恐怖。所以这个扫罗虽然伫以色列人中间好徛咧，伊比别人较大汉，但是若徛伫这个歌利亚的面头前，则变做哪？大人甲囡仔。变做大人甲囡仔，所以这个歌利亚伫迄个所在挑战的时阵全以色列的军队无一个敢出，大家拢严守住，拢秘伫城内，唔敢出去应战。安尼一日过一日，一日过一日，这个歌利亚逐日都伫迄个所在来化战，因为以色列人唔敢出去战。所以，这个歌利亚就开始伫迄个所在讲一寡543的话。讲啥物543？当然就是藐视以色列人，全部拢是老总啊！无一个有勇气敢出来应战。那伫迄个所在来侮辱以色列人，甚至连以色列的上帝，伊都伫迄个所在。礼美，
所以我逐回咯在读诗篇的时阵吼，读到一段讲啊，我会对着我讲，你的上帝伫倒落？我想迄个写诗的人，伊咧写即句话的时阵，伊的心偌灵动。对着伊讲，你的上帝伫倒落？有才讲出来，就是即个意思。啊，上帝那像拢掂掂啊，所以做事的人伊袂免伫迄个所在讨论，伊讲这个人对我讲，你的上帝伫倒落？所以今仔日咱想象一下，哥利亚伫迄个所在大声化战的时阵，所有的以色列人无一个敢出声。这个人毋若大汉安尼啊，圣经描写伊的即个，咱出来战争的时阵，伊所穿的即个战甲，圣经内面讲伊的战甲，这个战甲是咧讲伊上身穿的这个部分，顶身穿的这个部分，这个部分是啥物款的钱呢？伊讲有重5000舍克勒，5000舍克勒换算做公斤，偌重你知无？57公斤啊！咱身躯若派57公斤，我甲你讲，你也会走安尼你就已经很了不起啦。有个人57公斤，地连行路都困难。咱中间查甫的咱做过兵，做过兵的时阵拢爱打绑腿，迄骹骨爱打绑腿，绑腿偌重？差不多4公斤啦。绑了了后，叫你行军我讲互你听，你一抓行落来，过两日你脚了袂起来，拢歹腿。所以，迄是打绑腿呢，迄是沙袋，但是圣经内面讲，伊除了战甲以外，还佫安怎？佫有穿一个短裙穿咧底裙啊，但是底裙嘛是人做的。底裙的重量无算，毋然呢，伊个骹即个小腿的部分嘛，佫有迄个重的迄个保护，迄个部分嘛拢无算。所以若甲这个拢加落去算做台斤的时阵，是超过120台斤啊！即摆讲伊的武器，伊的武器讲伊举一支啥物落？长枪啊，咱圣经内面讲剑足刺啊，即个剑，伊讲安怎呢？亲像古早迄个织布机的迄个轴心，迄轴心偌粗呢？因为织布机伫迄个所在咧放，所以织布机讲起来差不多遮尔大颗啦，安尼，差不多遮尔粗。伊的迄个字，就是讲迄个要对落去迄个所在迄段圣经内面讲有600舍克勒，就是迄个上海人的迄个尖尖的即个部分有600舍克勒，换算做公斤就是5000公斤。你小想一下，咱中间捌行过地头的人，尤其你看地头偌短，对无？因为地头袂当伤长啊，但是地头的迄个头前迄个部分还是铁仔做，所以做田人拢捌行过地头，所以伫迄个所在种植用地头，但是迄个地头偌重，我捌行过啦，因为我细汉的时阵伫厝里，甲士大人斗做事，迄个地头用台斤来算差不多2斤外啦，2斤外。伊即个枪，迄个尾啊，迄段就有7公斤，
7公斤，所以呢，咱哦去行7公斤，猪头迄个头的部分哦，来用做7公斤哦，我咧看你咧看草，大概看10分钟你就摕会出来，过去哦你大概猪头抓袂起来。安尼哦，你想象一下，当一个人用这款的武器徛伫迄个所在的时阵，有啥物人敢去甲伊相争？伊讲你一也来甲你缀落去就好啊，你就传到袂简单哦。所以咱知影，是安怎圣经内面记载，所有的以色列人拢唔敢出去应战，你都敢若看惊。这个人你是要怎甲伊相争？所以就怪伊伫迄个所在，一日到一日发展，拢无人出去。所以圣经内面就开始换一个角度咧写，迄个角度是啥物？迄个角度就是代表有3个兄哥去当兵啦，所以嘛伫以色列的这军营伫迄个所在。你知影，撒母耳受差派去亚西的厝里，要先抹一个油来做红，爱就是代表伊的兄哥。圣经内面描写讲，对第1个到第7个，哦，代表有7个兄哥啦。大兄出来的时阵，撒母耳心内就咧讲，上帝选的大概是这个人。因为安怎，圣经内面描写讲，这个青年人哦，高强大汉，哦，面貌真缘投，所以圣经内面就写讲，撒母耳心内想，上帝大概就是要抹这个。结果上帝讲，有对，万只哦，小等一下，毋是这个。所以撒母耳就甲亚西讲。你会惊伫第2个叫来我看卖，第2个、第3个安尼一个看，圣经内面拢记载讲嘛，这些兄弟拢比别人较大，看起来拢真为了帮头，但是呢，对头到尾，上帝拢甲撒母耳讲嘛，不是，最后讲你要个囝，讲有啦。还佫一个叫未成年，还佫囡仔，得饲牛，用你叫来我看卖。结果来的时阵，上帝才讲就是这个，所以甲代表我代表这个哥利亚化战的时阵，伊咧创啥？伊其实是咧甲伊老爸告回来。但是因为有3个兄哥伫咧军营内面，所以伫军营爱相战，真辛苦。伊老爸就叫伊带一寡好食，去甲伊的兄哥喂落，补一寡营养，所以代表就应命传好势到军营去。圣经内面忽然间描写这段，后来才有这个代表甲哥利亚的代志发生啦。所以这个代表就到军营去，拄拄听到迄个哥利亚伫迄个所在大声喝战，以色列人拢调调，代表详细听不得了，这个人真苦，是安怎伊伫迄个所在礼媚上帝。所有的以色列军队竟然大家拢点点，无一个应声，这到底是安怎？伊一个囡仔人听到就安尼，非常不满，伊就伫迄个所在讲，这个无受割礼的人，这个外邦人，凭什么伫迄个所在来礼媚上帝？咱拢无人要出去甲伊战啊！他会使安尼，所以就开始伫迄个所在讲一寡话。结果伊兄哥安怎讲？你今仔人你来军队创啥？真无你的代志，你当你顾你的牛。讲你啊！
哥看起来吼，内面无应该来军队伫这个所在，伫遐甲人咧讲这有诶无诶，吼，才看。你今仔人你捌做啥物？吼，所以你等于顾你诶样，但是内面伊无安尼想。上帝是至尊的上帝，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，伊他会使互人伫迄个所在安尼侮辱。所以讲啦，讲你若毋敢去，我来。好，咱小想一下，假设你若是台北，伫即个情形下面，你敢讲即个话无？大人拢点点，遐勇士拢点点，甚至连王都点点，你敢讲你要去甲即个人相争？看一看，想一想。看着惊，所以圣经内面讲安怎呢？讲以色列人对歌利亚吼真论，大类这论叫做啥？论就是惊到后样样错，吼。所以以色列人对歌利亚看到就真论啊。未海岸大声的时阵，无人敢出去甲伊应战，因为知影。最后无成比例啦！你要去出去甲即款的人相战，咱知古早吼相战是冷兵器呢，毋是像即摆呢。即摆若有一个人伫迄个所在大声喊，啥物人拢敢去甲伊应战，是安怎？因为即摆都毋是靠较早举枪举刀的，即摆是用枪的，哦，所以啊，用枪吼，你讲较大汉的人嘛无效啊，吼，所以即摆已经无迄款行啊，即摆着爱看安怎战术，吼，看你的武器是啥物款的，点落的武器。最近咱看美国甲以色列咧拍迄个伊朗的时阵，吼，咱就知影，迄是用武器的压倒性的迄个拍法。所以伊朗完全无回手的余地。古早毋是安尼，古早战争是靠血力、靠刀枪，所以以色列人会论，我想会无啥物事，迄是一个正常的反应。所以颠倒大兵，伊的即个回应是安怎？是一个无正常的，哦。应该看到大家惊，但是你竟然敢讲你要去甲伊相战，所以这个挑战大，无成比率。是安怎讲呢？拄仔我是安怎会阁讲撒母耳到亚瑟的厝，去要抹油膏新王，伫迄个所在成功即个圣经内面咧描写大卫的兄哥，即个心权甲伊的生存，来甲即个大兵做一个比例，安尼即摆咱来到即个战场的时阵，你就知影讲，是安怎个兄哥甲伊讲，囡仔人无你的代志，你当你顾你的样，这是大人的代志，吼，大人都毋敢应战，你一个囡仔人，你伫迄个所在咧讲啥物话？这是讲的是一个事实啊，吼，但是大兵伊一点仔都无阮的。是安怎伊无论呢？咱看圣经内面尾来迄个部分，今仔日咱的即个根据啊，伊讲安怎呢？伊对即个歌利亚讲你来甲阮相战，你是靠你的啥物？靠你的武器嘛，哦，你的心权，你遐大汉，你靠你的武器。但是我来甲你挑战，我毋是靠我家己，哦，因为我甲你身权就不成比例啊，哦，伫迄个所在，若要甲你比武力，迄袂比的，无法度比，但是我敢来甲你相战，我靠的是啥物？我靠的是迄个
创造天地永活的上帝。所以我个上帝，有时阵咱会想，哥利亚是一个现实世界你看会到的迄个威胁，但是代表咱讲，我靠迄个永活的上帝，你看不到吗？所以看袂到嘛。啊，你咧讲永活的上帝，对哥利亚来讲，你讲这拢是虚妄，吼，拢是虚假，因为啊，你看袂到嘛。所以拄仔我嘛，引用诗篇内面咧讲安怎？我会对我讲，你的上帝伫倒咧？吼，所以你讲你我靠上帝，啊，你的上帝伫倒位啊？你著安尼来甲我相争，啊，笑话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咱伫即个所在看的是一个明面，吼，明的一面是一个大的、强的、看会到的威胁。另外一个是小的，看起来软正，伊讲的这个话是干那讲出来话尔了，但是你看袂到伊真正的瓦壳，所以用一个看袂到的，那就是虚的，吼，用实的甲虚的伫迄个所在咧对抗。有时阵，咱伫现实的生活中间，咱面对迄个冷酷的世情，咱面对迄个看会到真大的即个威胁的时阵，咱安怎会去面对？真侪时阵，咱亲像所有遮以色列人，咱亲像遐常常咧讲的勇士，遮过去伫战争中间吼有真好表现的遮人。这拢是实的一面，这拢是看到的一面。咱常常我去拢是安怎？拢是看会到的，拢是实的，因为迄个明白的你目睭前的，这是你所看会到的代志。但是咱若咧讲咱的信仰的时阵，真侪人拢讲啊，你看袂到。迄是虚的嘛？迄到底有真实无真实，拢还佫毋知呢。所以真侪时阵，咱用这个信仰看袂到的部分来面对，实实在在咱看会到迄个存在强大的威胁。咱伫面对的时阵，咱的心是一个怎样的心？咱来用实在的情形来讲，扫罗王甲伊的军队，迄个表现是一个正常的表现。迄个正常的表现就是安怎？面对现实，用看会到的来形容即个成败，也是看会到的即个实情来形容你的成功，也是失败。伫即个所在形容，你有法度通啊面对去抵挡啊无？我想这是一个真现实的代志。咱咧做代志，通常也拢是用咱咧做出发点。但是咱有想过，这个信仰的力量啊无？咱有亲像大面安尼，伫迄个所在想，我来甲你验证。毋是我靠刀手，我是我靠永活的上帝。咱是我靠什么？咱伫即个世上，但是都爱去面对即个现实的世界，迄拢看会到，迄拢实实在在的威胁。但是伫咱面对的时阵，咱有摕几分的信仰来面对即款现实的挑战。咱是毋是会通亲像大笔来咧，有够额的信心，伫迄个所在来面对即款
无成比例的即款现实，伫个所在来做挑战。当然，咱搁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阵，大兵伊倚靠上帝，但是伊毋是纯然讲喏，我倚靠上帝就好，啥物咱毋免做，毋是哦。圣经内面甲咱讲安尼，大兵要去应战的时阵，所有有安怎讲哦，你要去战争，安尼好，来，我的战甲互你穿，我的战甲互你穿。大兵伫迄个所在，就试穿看卖咧，吼。结果穿落去了后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讲喏，讲我穿即个战甲，拢袂当行。意思就是安怎？伊连所有的战甲穿到伊的身上的时阵，伊嘛无法度行咧。啊，无法度行是要怎去战？当然无法度战，所以所有的战甲，毋是我的战甲。我袂当穿伊的战甲，我爱穿我的衫，我会当行动自如，安尼我去应战，我毋只有才调顶担，我若穿伊的战甲，我连行到尾是要怎去战？所以注意这点真重要。别人的长处，别人的恩赐，毋是你的；别人有的，毋是你就爱做。但是你爱有的是安怎？是你习惯的，是你常常熟练的。所以碰到迄个战甲了后，圣经内面记载讲安怎？伊去捡石头啊！捡什款石头？讲迄个鹅卵石，哦，就是迄个鱼的石头，毋是凊彩的石头，是爱捡鱼的石头。想要捡鱼的石头，因为伊咧过河的时阵，常常有野兽会来安怎？会来咬伊的羊啦，哦，会来食伊的羊，啊，所以就爱保护伊的羊。毋过安怎？野兽动作真紧啊，咧走真紧，所以伊若要去掠，会安怎？远水救不了近火啦。羊仔逐了互野兽咬，伊才咧掠，掠嘛掠袂着，所以羊叫咬嘛咬去。所以伊为另外一套，伊就安怎熟练迄个戏石头。所以戏石头吼，即款的证明，就是伊的装备啊，伊习惯的。所以你捡迄个鱼石头，就是伊伫迄个所在，迄鱼的石头则袂乱走啊。鱼的石头才会照伊意思飞出去，要拍到倒位就拍到倒位，迄就是伊熟练的所在。所以迄石头咧拍遐个野兽的时阵哦，是百发百中。所以伊嘛有准备咧，毋是无准备。伊着去准备伊熟练的，伊去捡石头，捡鱼石头，下在伊的地仔内，安尼着去用者。所以伊去用者，毋是安怎？毋是走去迄个高利亚的面头前，伫迄个所在，甲伊一个来一个去，毋是安尼。若是安尼，伊一定输，哦，一定输。所以要拍高利亚，就是安怎？甲伊有一段距离，若亲像伊咧拍野兽共款。所以圣经内面甲咱描写，即两个无成比率的对立。一个是3公尺悬的巨人，一个是囡仔，一个是刀枪向大机，向一重，啊，一个是安怎？用一个迄个皮做迄个汉石仔的迄个装备安尼来听，所以真轻，若较重是石头仔的迄个重量来听。
所以伫迄个所在，咱看起来，即款的武力对比是不成比例。但是代表就是用伊实验的方式，伫迄个所在将石头移出去，迄粒石头吼真准啊！拄对高利亚的石头甲拍着，而且讲圣经记载讲哪呢？迄粒石头毋是拍着了落落来呢，是全安怎？全走入去，哦，因为一枪毙命。迄粒石头啊，拍着伊石头了后，石头全点入去，所以迄个高利亚应声全倒入去。伫即个代志顶面，咱来个想咱的条件是啥物？咱的条件真侪时阵拢看起来吼，咱真恶力去抵挡，但是咱爱有智慧。咱的智慧是啥物？就是用咱家己的方式，用咱家己上解释的方法，然后呢，我靠上帝帮助。所以看起来，我靠上帝，那亲像是天，你看袂到的。哦，对无信的人来讲，迄是无存在的，是无事实的。但是对一个有信心的人，迄就是实实在在的力量。所以《希伯来书》12章第1节，伫个所在讲啦，信是啥物？信就是也未看见的代志的实在啊，也未看见的代志，意思就是安怎？伊可能还未发生，但是你相信，爱的实实在在。所以这个代志是实在，不过伊还未发生，你相信就印证迄个实在展现出来。所以代表了神伫倒位？代表了神的力量，就是在于我靠上帝，上帝帮助，所以互伊实验的这个技巧，袂因为紧张，啊袂因为伫迄个战场顶面，迄款的情景吼，非常的互人真恶力去料想的情形下面，互伊有正常的表现。啊，这个正常的表现，就有迄个你所期待迄个结果出来。那伫即外，咱伫生活中间有真侪挑战，咱伫信仰顶面嘛有真侪的挑战。有时阵信仰的挑战，佮比迄个生活中间的挑战更较严肃、更较大。总是你会惊的，你惊的时阵，你要采取什么款的办法？我相信，代表伊毋是出生之犊不怕虎啦，伊嘛知影迄个现实，但是嘛，就是因为伊对上帝有够强的信心，所以伊面对挑战的时阵，伊将迄个惊赢就煞去，伊将迄个确信，在伊的心内生出迄个困难来。所以咱伫咱的挑战中间，无论你是伫现实生活顶面，也是伫你信仰生活顶面，面对挑战的时阵，毋免惊，因为你爱确实知，你所倚靠的上帝是真实存在，伊是创造天地，伊是全能的，伊是大有气力的。所以你有这款的帮助的时阵，你毋免惊。求主帮助咱，伫经历最挑战的时阵，咱永远会通勇敢壮胆，赢过这个挑战，过通应用上。三个爱做，从天跳下的天父，阮上帝，阮感谢你。阮知影伫阮的生活中间，阮常常会去面对侪的困难，也会面对侪无相款的挑战。
那呢，伫阮信仰生活中间，阮搁较是常常面对挑战。迄个挑战，有时阵是对撒旦的引诱，有时阵是对阮做的欲望，有时阵是出伫阮的软弱。作者的拢常常会抵到阮犯罪。总是主，你是阮的帮衬，你是阮的倚靠，你要保守阮，互阮伫你的恩典中间会当赢过一切。愿主你帮助阮，阮安尼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多谢老师的引用。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，正诗201首，救主听人的声，咱请起。是我来报告。东港曙光的部分，请大家家己来看。那第七个是后首的东港，请爱避担心来准备后首的这个服饰。那除非人数甲贡献数目啊，家己来看。本会消息，多谢老师的信息的分享。本会因牧师今仔日嘛代表台南新北去北地的教会来请咱报告。今日暗时7点，201教室要调开小会，请东港来地办先参加。后主日是义务小组的一个初庆礼的礼拜，请亲兄弟来注意。后首的成人主日学嘛，讲题一解。在
后久的时阵嘛请大家有这个代志来带动，无小组是咱教会一个传统业一个真重要的事工。今仔日下晡1点要调开这个幼稚园的当时会请班长的李大先参加，会后嘛会调开小会，后主日的下晡1点。今仔日中12点半要举行一个幸福小组的组长的工作坊，请有兴趣的兄弟嘛一同来参加。但时间甲地点拢伫咱 PPT， 咱全部顶悬嘛有。小会4月初都是国外一个来举行一个新礼典，有知影有啥要是即个洗礼的兄弟，来牧师、干事甲小组长来报名，方便会当安排即个基要真理的课程。即摆咱已经有报名，有成人时是邱立纯甲姊妹甲赖文辉那个弟兄，信用的个别是陈怡芳姊妹。教会有一个喜乐生活馆，那对今仔日开始有报名是喜乐同行周末儿童营，那这个期间是第3月28到6月13，那每个周六的下午1点到4点半。那有任何安怎报名还是活动的来用，请咱的谢淑琪姐妹来问安尼。社区传道组即摆有成立一个喜乐社区关怀站，要去咱的社区来去分这个单张，福音单张来建立这个连结。时间是每周3早上9点到中午10点。关怀内容嘛伫咱 PPT， 那咱主播嘛有。咱若是讲幸福小组是咱教会传福音的事工，咱遮无论是咱的这个喜乐生活馆，还是咱的社区传道组所要做的这个社区关怀发福音单张，这个都是咱教会真重要的传统一个事工的，咱都请大家来支持来做安尼。教界消息，太长教会定3月29下晡3点半要举行陈俊宏牧师的就任典礼，请兄弟们来踊跃来参加。关怀改斗，即摆对出来表演的兄弟有柯玉、曾文德、钟正胜、刘秋燕跟郑明霞。带伊的母马来金甲洪门展弟兄的母亲。那今日咱嘛知影李生燕弟兄他有不舒服，那个目前应该就是还在医院当中，那我们也大家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继续来代祷。那后面的部分啊，嘛大家来家己看手稿，有数目登记唔对的，则请咱的出纳是讲干事来讲安尼。好，咱来谈评估。咱就做伙来谈。咱即摆来，咱请水同谈讲。
我主要所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撇头，圣神的相通，啊，领三甲基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之前。各位兄弟请坐。这些咱后头，请大家后头才后再来行平安礼。后边嘛有成人主日学啊，大家来一定来看。哦，他帮他去。